查理蒙格曾經講過，佢話真正嘅富有唔係買得起奢侈品，而係唔需要買奢侈品咯。我曾經都以為咧自己會一世做工程㗎，原因係因為咧工程咧都叫賺到少少錢啊嘛，同埋自己做慣咗啦。而做到我差唔多離開呢個行業嘅時候咧，建造業咧都已經喺個尾水嗰度啦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咧6個咧非常之關鍵嘅人生抉擇啊！大家睇下你自己有冇揀啱咯。第一個抉擇咧就係咧，到底你有冇揾啱自己嘅雪球？講到雪球咧，大家應該會諗起呢個股神巴菲特啦。巴菲特咧就曾經講過嘅，人生咧就好似滾雪球咁樣啦，你只需要咧揾到濕嘅雪同埋一條長長嘅山坡。巴菲特自己咧專注投資咧，差唔多有70年嘅時間㗎啦。呢個咧就深耕嘅重要性。我哋自己又點樣投放自己嘅專注力咧？專注力投放喺邊度嘅咧？喺工作上面咧，總係有啲人咧會咁樣嘅。佢嘅專注力咧就放喺市場上面咧，不斷咁尋找機會咧，就轉工嘅機會。邊度個 offer 好咧，就去到邊度啦。咁但係從來都冇真正累積自己嘅實力。睇落去咧，好似佢好識得把握機會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只不過係一個投機者啦，最終會落得咧樣樣都唔精嘅下場。咁當然啦，萬一你發現你嗰條賽道咧，其實唔適合跑落去嘅時候咧，當然就要轉賽道啦。咁但係轉咗都好，你需要跑先得㗎。咁所以第一件事咧，大家要問自己有冇揾啱雪球同埋一條長長嘅山坡咧。第二個選擇咧，同第一個選擇係調翻轉㗎，就問自己有冇路徑依賴嘅問題。就係當你發現咧，你喺一條咧唔會成功嘅賽道嘅時候，你有冇咧及時去轉賽道？好多人嘅人生咧都係被過去所綁架，就好似咧我曾經都以為咧自己會一世做工程㗎，原因係因為咧工程咧都叫賺到少少錢啊嘛，同埋自己做慣咗啦。咁但係我係諗漏咗樣嘢喎，其實咧建造業咧要興旺咧係有原因㗎，係同佢嘅時代背景相關啦，同埋咧。係咪將會持續咁經濟起飛咧？咁呢個當時咧我冇諗過嘅問題嚟嘅。而做到我差唔多離開呢個行業嘅時候咧，建造業咧都已經喺個尾水嗰度啦。好多人都有個路徑依賴嘅問題㗎。譬如話好多咧曾經靠地產發達嘅人咧，去到今日咧都依然夾住個樓市嘅，睇緊咧幾時可以低位再入啦，好似以前咁樣再賺一波嘛。咁但係當你同佢講咧，基本嘅條件已經改變啦，結構已經改變嘅時候咧，呢班朋友咧未必係即時咧可以反應得過嚟，因為咧老實說啦，學習新嘅投資方式咧係幾困難嘅事啊。過去嘅成功咧，亦都會令到我哋有啲迷思㗎。譬如柯達呢間公司咧，曾經堅持咧呢個膠卷先係未來啊嘛。Microsoft 亦都因為 Windows 嘅成功咧，係全力咁開發呢個 Windows Phone 嘅，咁結果都係被超越咯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，需要問自己咧，到底你去做抉擇嘅時候咧，有冇路徑依賴呢個偏見啊？咁第三個選擇咧，係嚟自於你嘅消費同埋生活方式啦。有好多人咧都過住一種咧精緻窮嘅生活㗎。咩叫精緻窮咧？就係咧有啲人咧由頭到腳咧都着住啲名牌嘅。咁但係咧，除咗呢一身嘅名牌之外咧，呢啲朋友咧可能未必有其他嘅嘢咧可以攞出嚟㗎咯喎。話唔定呢一身嘅名牌咧，仲要係碌爆卡咁借翻嚟添㗎。經驗話俾我知咧，多數呢啲全身名牌咧冇裝到落腳趾尾嗰啲人咧，其實都唔係真係咁有錢嘅。而真正有錢嘅人咧，經驗話俾我知咧，外表係完全睇唔出㗎。好多都係牛記笠記咧，帶住隻 iWatch 咧就走天涯㗎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佢哋係勁有料。多數嘅奢侈品咧，其實一買入咧，一到手嘅時間就開始大幅咁貶值㗎啦。不論係名錶啊、包包啊，你嘅名貴跑車都係嘅。某程度上咧，我覺得咧今日嗰啲精品樓咧都係啊。當樓咧失去咗投資屬性嘅時候咧，你可能咧就會花好多錢咧住去某個區咧，以凸顯你嘅身價。其實咧呢一種咧都係消費而唔係投資咯。查理蒙格曾經講過，佢話真正嘅富有唔係買得起奢侈品，而係唔需要買奢侈品咯。佢自己一生人咧都開住啲舊車啦，住啲舊樓啦。如果我哋嘅錢咧可以花喺一啲咧俾自己增值同學習嘅地方啦，譬如話你買本書去睇，而且咧喺個閱讀嘅過程入邊咧，你揾到呢個滿足感嘅時候咧，你就唔需要因為內心嘅空虛咧而去尋找物質嘅滿足感啦。咁第三個問題就問自己咯，到底喺呢個消費同埋生活入邊咧，你係作出過點樣嘅選擇咧？咁第四個選擇咧就係投資嘅選擇啦。你到底係賭徒心態啊，定還是想穩健咁獲利啦？咁第五個選擇咧就係時間嘅選擇啦。到底你嘅時間咧係花喺一啲浪費注意力嘅事入邊啦，定還是專注喺高價值嘅事務上面咧？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唔會 aware 到咧時間係極度寶貴嘅嘢啦。而大多數人咧都會 assume 咧明年咧同今年都係一樣嘅，10年之後咧亦都同今日嘅生活都係一樣嘅。我哋咧好似覺得咧自己身體唔會變老咁樣啦，直到有一日咧我哋想做嘅嘢咧，發覺咧喺個時間已經做唔到咯喎。我好記得咧啱啱出嚟做嘢嘅時間咧，都花咗好多時
時間咧喺啲無謂嘅事入邊啊，就打機啦。有段時間咧，我非常之沉迷打機啦，真係打到咧爆晒光嘅，夜晚係唔瞓覺咧，係打到天光嘅。嗰幾年嘅時間咧，可以話係咧整傷自己身體啦，但係一啲得益都冇。去到今日咧，我已經係完全唔敢打機嘅。嗱，現代人咧最容易犯嘅錯咧，就係將啲時間咧花咗喺啲低價值嘅事入邊啦。譬如話咧，有唔少人咧為咗食到間網紅餐廳咧排隊排2個鐘頭，或者咧漫無目的咁樣咧攤喺張床上面玩電話，一玩就玩咗一個下晝，或者係糾結喺一啲咧毫無意義嘅人際嘅紛爭啦。嗱，呢一啲咧都係完全浪費生命嘅事嚟㗎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不知不覺咧都係做緊㗎。咁所以第5個問題咧，就問大家你選擇點樣用自己嘅時間啦。最後咧就係人際關係嘅選擇啦。巴菲特咧喺收購一啲企業嘅時候咧，都從來都唔殺價，因為佢好希望人哋咧30年之後咧，仲係願意聽佢嘅電話。咁相反咧，強如呢個喬布斯啦，1985年嘅時候咧，因為年少氣盛玩權謀啊，想要踢走呢個早期嘅投資人啦，結果咧自己係被掃地出門。直到12年後咧，佢翻蘋果公司嘅時候咧，第一件事就同一啲舊夥計咧修補關係。年輕時候嘅 Steve Jobs 咧，將人哋當做棋子啦，後來先明白到咧，真正偉大嘅事業咧，都係要靠彼此信任嘅人咧，互相合作先做得到啊！咁到底你將你嘅人際關係，你將你嘅朋友圈當做一啲可消耗嘅嘢啊，定還是咧將佢當做咧互相信任、互相成長、